以下係有關法團校董會校董選舉指引嘅介紹。法團校董會嘅辦學團體校董及獨立校董分別由辦學團體及法團校董會根據章程委任，而教員校董、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分別由學校、認可家長教師會、認可校友會通過選舉產生。為確保選舉符合教育條例嘅規定，並遵循公平而開放透明嘅原則，教育局已於2025年2月修訂及完善現行嘅選舉指引。主要嘅修訂內容如下：一、新增制定校本選舉指引，即選舉指引附件2；二、新增選舉核對清單，即選舉指引附件4。首先講講附件2，制定校本選舉指引。學校應參考選舉指引附件2，制定校本選舉指引，概述選舉細節，例如提名方法、填補空缺安排、候選人資料、選舉程序、根據投票結果決定校董及替代校董及上訴機制等等。喺舉行校董選舉之前，學校、認可家長教師會、認可校友會應參照已制定嘅校本選舉指引行事。跟住第二項新增嘅項目係附件4，選舉核對清單。學校、認可家長教師會、認可校友會應喺提交校董註冊申請之前，使用核對清單進行自我檢查，以確保選舉已遵循所有必要嘅規定及程序。以教員校董選舉為例，如候選人包括咗所有準用或檢定教員，及包括編制內或獲聘不少於12個月執行教學有關職責嘅教員，如果符合就喺呢度填上剔號。如此類推，學校分別就候選人資格、人數同任期、提名程序、候選人資料、投票人資格、選舉程序等作出檢查係咪符合要求。上述更新嘅選舉指引已上載於校本管理資訊網站，以供參考。如有查詢，請聯絡教育局校本管理組。多謝大家收睇。